我和你的婚姻为期3个月，期间双方尽可能做到相互配合，共同面对风险。加一条，关系到期后自动终止，并且主动配合办理离婚手续。双方婚前及婚姻关系期间的任何收入，均为各自所有，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。协议终止后，均不得主张任何权利或提出索赔。 再加一条，婚姻期间双方应尊重彼此的私人生活，视若陌生社会关系，互不打扰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拍照吧。霍总。 早，老板，这是今天为您准备的7位候选人。第1位，荷花，24岁，工商管理领域，身高1.86米。别忙活了，结婚证我都领了。啊？您选的谁啊？前天履历里有位医学生，还不错。这样啊，家里边先成家后立业的规矩，我也就算遵守到位了。这会不会有点草率啊？这性格还有人品啥的，合适吗？不重要，我又不在乎。 先去忙吧。哎，喂，子晨，哥，我准备回国了。好事儿啊！那你今天晚上……老板，这个结婚证我给您放哪儿比较合适啊？哥，你要结婚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嫂子是谁呀？就是个普通人，那个叫……你回来不就知道了吗？哥，你这都要结婚了，看来我感情上的事情也得加把劲儿了。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读本科的时候喜欢的那姑娘？我觉得我现在配得上她了。你没告诉过我呀？怪我，等我一回去我就带你认识。要不你现在简单跟我说一下，弟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说呢？ 他的思想非常性感。是你？你把我的实验数据撞掉了，你皱什么眉头？我在想，这一切是不是你的手段？什么手段？巧设偶遇，谋取关注，最后再染指利益。门口那么大的中文字，你看不见吗？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实验室。那我又不是闲杂人等。是。 现在我们在法律上是家属，但是实验室它就是一个许南哥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手段对我是没有用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给我出去！我凭什么出去啊？出去！你出去！你脏死了！谁脏？我每天洗2次澡。没有消毒。你许南哥，冲咱们校董嚷嚷什么呢？霍董，您怎么自己来了？ 梁教授，你说他是校董？是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啊，霍董，实验室就在东楼，来，我带您去。看得懂中文吗？闲杂人等。来，请。咱们医学院的研究进展，我大概清楚，所以我决定加大支持力度。只不过。 我自己本身对有关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研究更感兴趣。这个课题在目前医学领域里面呢，是最难也是最头部的一个板块，而且目前国内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是最专业的 ，X 博士。对，他是业内公认的大咖，而且身份神秘。
他的论文也只偶尔在预刊平台上面发表。这样吧，我先努力让他们先跟进 X 博士论文的进度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刚才我那位学生，实在对不住。哦，没事。刚刚那位是我太太，我俩拌嘴而已。只不过我和南哥的事情不希望对外声张，希望各位教授能替我保密。我懂了，霍总请放心，一定大家注意啊，多保密。好嘞，放心放心。老爸，走吧。您不想让他们知道，别告诉他们不就好了吗？哇，你说的好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您指教。我结婚不是小事儿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密不透风的墙。我让他们保密，只是想铺垫我太太真实存在，不然被我爸查出什么马脚来，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厉害！拍马屁呀！哎，老爸。海市首富霍宝祥长子霍北燕频繁露面，疑似即将掌控霍氏商业巨轮。千亿家族资产是否引发新的动荡，这将是霍北燕最为紧要的挑战。你出去！你出去！你脏死了！你难怪他要跟我签协议，那我不是摊上了个大麻烦吗？徐南哥，你怎么随便结个婚都能惹上这种人啊？不行，风险太大。也不对啊，我要是把他惹了，我不是惹上更大的麻烦了？奶奶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您治好的，您不会再忘下去了，往事也都会回来的，北燕向您保证，啊！霍北燕，爸，您干什么呀？别吓着奶奶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一声不响就找了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还把结婚证给领了。什么叫来路不明啊？她是你儿媳妇，怎么说人家的？你还知道那是儿媳妇啊？什么时候带她来见我呀？哎呀，爸，先别瞅我的事了。那个子晨快回国了，咱们不得准备准备啊？哎呀，你别打岔，这个接飞机的事儿我来安排，你就告诉我哎，爸，什么时候。我去收拾房间了。什么房间啊？子晨的房间呗。家的温暖总比接机的场面来的有意义。家的温暖比接机的场面……哎，臭小子，还教育上我呢？我的协议妻子，难道是我堂弟的白月光？你别再跟着我了。许南哥，一夜枪可没法击毙我。学弟，你别再跟着我了。在你没有答应我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对谈恋爱根本不感兴趣，谢谢啊。许南哥，至少你不是对我没兴趣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精彩的人生。我觉得你还是让你自己的人生更精彩一些吧。啊？我想你家里应该很有钱，但是我在你身上只看到了无所事事和游手好闲。对不起啊。
以前的我确实有点糟糕，希望我这一次回来之后，你能够接受我的心意。老板，老板，怎么了吗，老板？你收了许南哥多少好处？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许南哥是子晨喜欢多年的学姐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啊，老板。那就是你背掉的重大失职。这个许南哥骗了子晨的感情，现在又多了个结婚协议，你俩里应外合是吧？我比多还样呢，老板。是这样，我只是按照您的要求，从那么多推荐名单里面，我觉得他合适，递给您了，对吧？那最终是您亲自盯了他，是您觉得他合适，然后您觉得您看上他的科研能力，还有医学背景，还有您觉得他可能以后对老大的病上能有所帮助。那再说了，我要是有什么歪心思的话，我何至于昨天再拿那么多简历，我再给你看嘛，是不是？老板，你炸我！那你说他答应临时结婚是为了什么呀？履历上写的是家庭因素，还有学业因素。这个家庭因素我倒是不清楚，学业因素应该是要给他的毕业论文再争取3个月的时间吧。啊，这现在教育部门规定了，已婚的博士还有硕士是可以请婚假的，他可能面临毕业没职了吧？备车，找他。您打算怎么做？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分寸。哇哦！大博士日理万机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我挂了啊。行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，就是通知你一声，我要把你的房间改成衣帽间了，赶紧抽空把你那些破烂给我清走，不然我就全部扔掉。我明天就回去整理，你别动我东西。谁稀罕动你那堆破烂啊？你呀，赶紧找个人嫁出去得了，别天天在我面前晃悠，烦。行，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协议里可没写着要家访啊。你住这儿？对啊。嫌弃的话就别进来。我没说要进去啊。我……啊！不请我上去坐会儿啊？我来是想问问，你费尽心思接近我们霍家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接近霍家？霍子晨，你怎么解释？谁是霍子晨啊？你学弟，我堂弟。好像是有这么个印象。不是，你们霍家兄弟是组团来给我添堵的吗？我记得他几年前追求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你看不上他，冲我来呗。霍北岩，你是不是自恋啊？是你让我跟你结的婚，你要不要去查查有什么精神紊乱之类的？是吗？你在试探我？以防万一罢了。我霍北燕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但家庭是我的底线。子晨还有7天就要回国了，所以我们协议解除，要马上离婚。这是我给你的额外赔偿。可以耶，我正好还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乱子。这个买卖可以离。沈燕，明天帮我安排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老板，你开玩笑呢吧？这办不到啊！为什么呀？这离婚是有冷静期的。多久？1个月呢，肯定是撑不到您弟弟回来的时候啊。我的钱！交易取消，
协议继续。你不是怕他破防吗？离婚是有冷静期的，想什么呢？茵茵啊，妈妈跟你讲哦，拿到霍氏集团的面试机会，这只是你的第一步。我怕他不记得我，毕竟我们只有一面之缘。能和霍北燕有一面之缘，这已经是多少人没有的机会了。再说了，就凭我闺女这个长相啊，肯定可以的。该帮你体面的，妈妈一定事无巨细都帮你打点妥当。他真要结婚了，我怕消息来源不可靠。先成家后立业，这是霍家的家规，谁不知道啊？霍北燕现在已经正式接管霍家了，咱们许家得抓紧机会。妈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许南哥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烦死了。等收拾干净了，可别落下什么，到时候我就直接扔垃圾桶了。你放心，这个家我不会再踏进一步。回来清破烂，那就更穷酸了。妈，我要置办一身新鞋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刷妈妈的卡，势必给我拿住霍北燕的心。霍北燕必拿下，必拿下。你笑什么，许南哥？我没笑呀，我天生不爱笑。那你就赶紧滚回你那个破出租屋里哭去，看着你就心烦。徐英，难道你没有听说霍北燕已经结婚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！以霍家的地位，他要是结婚了，那不得闹得满城风雨啊！等等，这什么？结婚证？徐南哥，你结婚了？你不是让我结吗？我就当个事儿办了呗。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找了个什么穷酸的男人。你抢什么？还臊啊？该说不说，是有点吧。走了，赶紧走，以后再也别回来了。同款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麻烦霍夫人让一让。哎，不是，谁让你们搬的？我让他们搬的。霍北燕，又是你，你才是套路更深的那位吧？你搞不定你弟弟的问题，拿我东西撒什么气啊？真幽默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搬去我家住。什么？别骗我了吧，咱家压根没这规矩。我也是为了让你奶奶安心。再说了，这小两口结婚证都领了，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家里呢？他的家庭观念比较保守，婚礼之后再说吧。那过2天的董事晚宴，你们2个必须盛装出席，这总该没问题吧？他那个最近比较忙，没有时间。这是他作为霍家儿媳妇的责任，他不来，想怎么一回事嘛？反正我听奶奶的。对，你听奶奶的，你听奶奶的。你这不是欺负你奶奶不会？大家好，我来家里热闹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亲娘啊！关键的时候啊，一点链子都不掉，宝刀未老。哎，孙子，不对，小子，听清楚你奶奶说什么了吧？你想要孝顺奶奶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搬我家干什么？我不搬。徐南哥，我没再跟你商量。霍北燕，我也没有再征求你的同意，我们签的本来就只是……小点声啊你！我知道，我们签的本来就只是假结婚协议，又不是卖身契。合同里面哪一条写了我必须要搬进霍家？不合理也不合适，而且存在人身安全问题。人身安全？你还人身安全呢？怕我吃了你啊？霍北燕，
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女孩子都一定会喜欢你？我凭什么配合你？就凭你签了字。要不是离婚人冷静期，我早就离婚了。你不是担心子成会知道吗？我不怕呀。那到底你要怎么样才肯配合啊？你现在这个态度就很不错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吗？让霍奶奶安心，给霍家一个交代。可以，这些我都能够理解。但是我许南哥是吃软不吃硬的，我要你带着诚意求我，而不是用这种霸总的语气强行安排我的人生。你以为你很帅吗？哎，让我求你，我喂，哦，挪车是吧？啊，好好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哎，挪车，好好。这车不就在这儿吗？许南哥，我请你暂时搬去霍家住，帮我个小忙，可以吗？可以什么呀？我没听清。许南哥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上车呀，赶紧的。谁呀？开车。爸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许南哥，这位是我父亲，这是我奶奶。霍伯父好，奶奶好。南哥，你好啊！啊，南哥，别介意啊，这是我们家老太太，70多了，得了健忘症，不记得人啊，也不记得事儿啊。妈，这是您的孙媳妇儿，许南哥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南哥？你低血糖了？我就是今天晚上早一点睡就好了啊，伯父不用担心。你看，你们小两口都结婚了，怎么还叫伯父呢？毕竟还没办婚礼。啊，这儿媳妇不得奉完茶才能改口吗？是呢。啊，听懂老一辈的规矩的也好，这老太太一定喜欢你，是吧，妈？哇，南哥，你的低血糖好严重啊！对，我今天确实是有点不舒服。那爸，那改天再聊吧。南哥今天有点不舒服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赶紧去那边的公寓休息啊。那个公寓啊，就是你们俩以后的婚房。哎呀，走过去呢也就2、3分钟路程。以后啊，既不打扰，还能相互照应。哎，赶紧去吧啊！那走吧。好的。快点。妈，这个孙媳妇儿啊，可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看看吧。什么东西啊？由于你刚刚对我进行了恶劣的人身攻击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签一份补充协议。新条款的第1条，由于本次搬迁属计划外事项，对乙方论文进度造成了潜在干扰风险，比如以任何形式干扰乙方身体平衡，包括但不限于用脚尖触碰、磕、绊等制造的虚假临床症状，甲方也就是你需要承担乙方也就是我，因此可能产生的所有时间成本，折算方式按我时薪的300%计算。时薪？许博士，那你的劳动力在市场定价是多少呢？海大医学院博士研究生补助每个月平均是2800元，按照法定每周工作时间是40小时，每个小时也就是24块1，300%也就是72块3。由于您的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，可能会对我造成额外的精神损失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取整，每个小时100元。零头就不用算了，不用客气啊。第2条，我的实验数据和研究资料享有最高级别的安保权限，未经我本人生物特征确认，任何人不得触碰、移动、拷贝，包括您，霍总。任何人？
嗯哼，当火灾呢？消防员也不行啊。特殊情况需要我在场授权。许博士，咱们签的是同居协议，你以为是核武器发射程序呢？霍总，我的研究比核武器重要，它可能会关乎到未来某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向。说完了吗？嗯哼，到我了。第一条，乙方需在除实验室外的一切场合，默认甲方拥有其合法配偶的一切表面权益，包括但不限于牵手、拥抱以及必要时的亲密互动。哎，对，就这个表情，不要像刚才谈钱时那么流畅。不是，这是你的主观要求，你怎么能够写在合同里第呢？二条，在甲方家人面前，乙方需主动进行稳定的夫妻情感表达，每日不少于1次，1周之内完成一切作为或是总裁夫人的相关知识储备。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我实验数据都不可能每次都这么稳定。第三条，是关于我弟弟霍子辰的。啊，这个不用说，我知道，统一口径。我们的结婚是个意外，彼此情深难自已，一见误终身。咱们能不能换一个说法？我们是理性评估后的最优结合。许博士，我弟他不傻，太理性的故事骗不过他。还有，你用一点点不理性的表演来换取我对你未来论文进度的全力支持，以及这一整栋能放下你所谓那些核武器的房子，还不够吗？成交。那希望许博士能严格遵守这协议内容。霍总放心，我们是协议婚姻，我一定会有契约精神的。什么协议婚姻呢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呢，就是让南哥挑一部自己喜欢的车，平时啊上下班代步用。刚才我听说什么协议婚姻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协议婚姻，协议婚姻，协议婚姻。您先请坐。都怪你，为什么用这么冷冰冰的词啊？我们说的协议呢，其实是我跟北燕基于婚姻关系的存续关系共建的交叉研究课题。交叉研究课题。哦，对，交叉，交叉，交叉好。哎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那具体说一说。你也知道我是学医的嘛，我习惯用数据还有模型去理解任何事物。在遇见北燕之前，婚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庞大的、变数极大的未知系统。北燕希望我通过课题研究，能够尽快适应现在的身份，不要那么焦虑。我把这个 KPI 呢定义为婚姻关系的初始化协议，就像您刚才听到的那样。哦，哎，咱不焦虑啊，我大致都明白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，那你们继续交叉啊。爸，我送你。哎呀，我这是一点没听明白啊。来吧，挑一辆吧，反正协议结束了，哪辆你都开不走。不挑。我本来也没有驾照。没驾照你自豪什么呀？没驾照的，多大个人了，还博士呢。
霍总，这是在学校，咱能低调点吗？走啊！又去哪儿？购物，置办行动，为晚宴做准备。走吧，今天你买高兴就行。有没有预算上限？花不完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折现啊？想都别想，上车。哎，抠门，商量商量吧。晚宴7点开始了，迟到很失礼的。什么死动静啊！哎，你化妆化艳呢？你要是少催一次，我效率起码提升20%。Sometimes we roll the dice, see what the future hides, spinning us round and round like a never-ending ride. 怎么样？给点反馈。哦，你的脸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对称啊？告诉你一个冷知识，没有人的脸是真的对称的。我说的是眼妆。有吗？哎，还画呀？霍总，霍总，霍夫人，真是。是吗？对呀，带我们一起去啊。哎呀，这位就是霍太太吧？果然年轻漂亮，我们霍总真是有福气啊！好，见笑了，这位是我夫人。王董事好。哦，你知道我？当然了，我经常听北燕提起你。集团的增效板块就是因为有您掌舵多年，才能有如今的集团效益。霍总平时不苟言笑的，没想到背后还会夸我。当然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肯定是来的路上看了集团资料册了。来的路上就10分钟，他把集团资料全都背下来了。你问他呀，你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有那么厉害吗？我来的路上随便背的，就像人类上洗手间如果没带手机，就会看沐浴露的原产地是一样的。对于知识的渴望可以打发无聊。你看吗？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也不看。霍太太，霍太太平常对北燕的事业应该很支持吧？集团最近有大动作，北燕决定回归医药主业，但水很深，风险也大。霍太太怎么看？我跟南李哥董事过誉了。集团的战略呢，由北燕还有专家们一起权衡。不过我确实对医药略知一二。目前行业的竞争格局已经改变了，小型的 Biotech 公司凭借着尖端创新药授权合作模式，已经对传统的巨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霍氏想要破局，怕是光补课是不够了。霍太太对霍氏集团的见解啊，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啊！一些拙见。敬你一杯，今晚合作愉快。我想问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我感觉这条裙子要把我的肋骨勒断了。再坚持一会儿，我爹太狡猾了，等会儿露出马脚就不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吓我。霍总，大家好，恭喜啊，霍总，恭喜恭喜啊！各位董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家这个北燕呐，做事啊总是风风火火，这样啊。我们就请他说一说他们相爱的过程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，我们哪有什么恋爱故事可以讲啊？
编。那你编。你昨天跟我爹不挺能编的吗？你编。我那个是套用的公式，我有我的公式逻辑，我今天怎么套用啊？再套一个呗。我怎么套用啊？我母胎单身到现在，我套用什么啊？那一会儿我来把控节奏，你配合我。注意点，千万别露馅。北燕在这儿呢，来了。北燕，赶紧给各位股东说一下你们两个的相爱过程。这个瓜呀，你老爸第一个想吃。想知道是说说吧，北燕。既然各位叔伯、各位董事对我们的恋爱经历这么感兴趣的话，那我就跟你们讲讲我跟南哥的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吧。好，讲一个。那是在一个秋后的晴天。晴天。我在海大医学院的实验室外碰见了他。他捧着一堆文献，差点摔倒。放心，我一把扶住了他。最后嘛。好俗套的剧情啊，简直是脚趾抠地了。是吧，南哥？对呀，那天呢，我正好是想要去还《神经解剖学图鉴》还有《当代医学概论》的。什么东西？我的不需要扯书单这些没用的。我是实在没想到，扶住我的竟然是我们的校董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哦，我叫霍北燕。您就是……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们的校董来学校竟然是为了借饭卡。校董大周末的来学校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既然巧遇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能借你的饭卡给我吗？饭卡？啊，饭卡。真没想到啊！这太逗了。饭卡，不就这么饿吗？饭卡。对吧，北燕？对，没错。是这样的，更上一次见面呢，其实是在海大医学院的食堂。那会儿我碰见了他，我对南哥简直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，所以我为了再次邂逅他，我就在海大医学院的实验室外徘徊。结果真的让我碰上了，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呀！可以啊，竟然让你圆回来了。再后来呢，我和南哥逐渐熟悉起来。别看他平时啊，又斯文又可爱的，其实他私底下很喜欢，玩大富翁。大富翁，真没想到。恰巧我略懂一二，所以这就成了我跟南哥平时消遣的方式。霍北燕，今天就让我们决一死战！哼，许南哥，今日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对，因为我是理工出身嘛，所以我对概率的着迷呢，让我疯狂的喜欢这个游戏。但是我是没有想到，堂堂的校董呢，竟然会用一些卑鄙的手段，在玩游戏的时候出老千。真是没想到。哎呀，真不应该呀！许南哥小姐，别太过分了啊！不然我当仁不义喽。那我纯帮就完蛋了。我不怕呀。
南哥，子辰回来了。哎，你这小子，刚一回来就拆你哥哥的台。子辰回来了，这才刚回来。子辰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想给你和他一个惊喜的，可惜碎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叔伯，我本来着急给我哥一个惊喜，没想到扫了大家的兴，子辰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。音乐别停，你们继续。来，你继续。子辰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是最近才发现。我想先和他聊聊。All of my dreams leading me.我们呢也是不久前才领的证，我也是才知道他是你堂哥。我接受。是巧合吧，也是命。可你以前从来都不信命啊。但是我相信这么说，你能好受点儿。我明白。子辰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许南哥。嫂子，你以后可得照顾好我哥。我哥只是看着高，其实他也很会照顾人的。哥，南哥她是个好女孩，别辜负她。啊，我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你们先聊。绝对不可能，以我对许南哥的了解，他是不可能和哥哥发生那样的邂逅的，一定有问题。你就只顾着吃，不然呢？他喜欢我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肚子饿了总得吃饭吧，饿死我了都。再说了，饿肚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影响我明天做实验。你不会到现在都还觉得我是冲着你跟霍子辰来的吧？算了，谢你了。那就好，我可不喜欢被人背后蛐蛐。以后呢，我们就各过各的，等3个月协议结束，好聚好散。哼哼。子辰，哥，你冷不冷？比国外暖和多了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心里没过去，
刚刚只是为了霍家的体面，所以你才……哥，我原本以为等我在国外做出些成绩再回来，就能够追上你的脚步了。没想到我在情感上也赢不过你，甚至连你是竞争对手我都不知道。子晨，其实，哥，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。4年了，该换了。今晚之后，就彻底翻篇了。南哥说的对，得认命。子晨，哎，夫人，您的 VIP 卡5分钟之内一定到位，霍总特意吩咐过了，您的事情啊要优先办。谢谢。我自己在这里待着就行了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了。哟，这谁啊？这不是我的好姐姐许南哥吗？你也来应聘啊？路过。切，别扯了。你该不会也是来堵霍总的吧？没看出来呀，这大博士脑子还不强呢。这位小姐，没有预约，请您出去。那他算什么？穷学生，来这蹭机会。我要来应聘，我要见霍总。这位是霍总夫人，如果你再不走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什么？霍总夫人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是霍总夫人，她就是个骗子。夫人，您的 VIP 卡办好了，谢谢。请走总裁电梯，这里的麻烦我替您解决。嗯。哎，等等，保安，我许南哥。你叫我来干嘛？有些事儿在这儿聊更安全。嗯，来，先坐。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很担心子晨的状况。我昨晚跟他聊了会儿，我明显能感觉到他对你的情感没有翻篇。住得近吧，不是办法。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只会一次又一次的揭他的伤疤。而且霍家人多眼杂，我们之间的协议很容易就穿帮。所以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去度蜜月。逃跑啊？这真的有用吗？就像你说的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用冷处理的办法，让子晨慢慢淡忘。在他接受现实之前，咱们协议终止的离婚也需要谨慎。行，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。那今晚就动身。哎，等一下，度蜜月的话，我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啊。补充条款里面是有的，我的论文是不能耽误的。不出海事。不出海事。嗯。霍北燕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吧？藏在海市，你爹早晚把我们抓回来。你之前住的出租屋，没人知道吧？那倒没有。不过那里你能住得惯？破是破了点儿，但是为了子晨，我可以。行，我今晚回去准备搬家。我那房间一点都不破。哼。
突破吗？你真的在卧室看到许南哥啦？哎呀，妈妈问你呢。我亲眼看到的。打死我也不信那个许南哥能成为霍家太太。妈，我不甘心，都是那个许南哥，他装模作样的也就罢了，他还让我在霍氏集团出了那么大的丑。妈，我难受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呀，肯定有蹊跷，妈妈替你查清楚哦，不难受，不难受。怎么查呀？先去他住的地方，好好跟他盘盘道。我家呢只有一张床，你睡沙发，我睡床。这沙发都快塌了，能睡吗？门在那边，你要是不想睡，可以出去。睡。但是我得约法3章。第一，晚上10点之后不许吵，我要睡觉。第二，不许随便进我的区域，就是这儿。第三，我们要轮流做饭，我吃不惯外卖。好，那我也要约法3章。这第一，哎，出去。第一，上午8点到下午4点是我论文的时间，你不可以打扰我。第二，风扇只能开中档，开高档的话会影响我的状态。你没空调啊？风扇，霍总爱注不注呀？第三，我家里的所有资料都不可以乱动，特别是桌上那一点。哦，那霍总请便，我吃饭了。你就吃这个呀？你是有自虐倾向吗？我觉得这个呢，能维持生命体征，还可以填饱肚子，非常好呀。霍总要想吃别的，自己点外卖呗。行，以后我来做饭。哦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我会做饭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你能活着倒是个奇迹。我。来，开饭吧。哇，你怎么做出这么多菜的？这个土豆丝好好吃啊！是吗？这个洋葱牛肉更好吃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选了珍珠洋葱，首先得先把黄油切碎，然后炒至完全融化。这样做既不抢走中餐的风味，也可以保全牛肉的鲜美。真的很好吃。吃吧。不开空调，你不热吗？我们这是老小区，空调匹数大，费电。那如果电费我报销呢？可以。快吃快吃，不要客气啊，当自己家，当自己家。真的好好吃啊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好吃你就多吃点吧。
真好吃吗？好好吃啊！多吃点。老板，您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啊？是我。子晨总啊，您我哥不是去旅行了吗？我就想着帮他分担分担。啊，是这样啊。你说我哥怎么也不把电脑、屏保设置成我嫂子呀？这霍总是工作狂来的。霍总这个人呢，他平常工作和感情分得特别开。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我哥是跟叶家有婚约的呀。我出国前两家都在聊婚事了，可是我哥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那他们，霍总跟叶小姐的婚约早就解除了，大概是在您出国后不久。当时叶家也没说什么，不过听说叶小姐好像有点生气，但后来也没找霍总麻烦啊。那这样，我先去给您做杯咖啡啊。哦。你这个 AI 搞得也太假了吧！你看咱俩站在海边，然后两个人的表情像个木头一样。哎，还有你看你这个嘴角像是被谁提起来了似的，这一看就是假的。我再调调。Sometimes we roll the dice, see what the future hides, spinning us round and round like a never-ending ride. But I give you everything. 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什么东西？你这个 AI 操作的还挺好的嘛，很自然。来看看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雪山好真啊，有点儿太真实了。你喜欢雪山？之前海大研究室有一个赴欧的研学活动，地点就在阿尔卑斯山，跟这张照片里的雪山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可惜我当时没去成。你要是想去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我有打折机票和免费升舱。不去，我忙得很。我说真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啊！我也说真的，我很忙的。